吸煙咧，除咗係能夠導致10多種癌症嘅主要因素之外咧，更加咧同埋長者常見嘅慢性病啦，例如糖尿病啊、心臟病啊等等咧，有非常之密切嘅關係。正因如此咧，我哋委員會多年推行無煙老友記計劃，加強長者咧對無煙生活嘅注意，並鼓勵長者盡快戒煙嘅。本人謹代表委員會咧，感謝一眾無煙老友大使、長者義工，身體力行喺每一個社區咧進行無煙活動嘅宣傳。義工們正咧係今日主題遠離吸煙，奇妙每天嘅典範。希望以後咧我哋嘅義工能夠將無煙嘅精神傳揚開去。今年9月份就通過咗一個控煙嘅修訂嘅法例啦。咁我哋其中當中咧就係包括咗去進一步擴展呢個禁煙區，同埋排隊去等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都係唔可以食煙嘅。我哋希望透過呢啲措施可以進一步去減低呢個二手煙對於市民嘅影響。除咗用戒煙藥物嘅戒煙診所之外，亦都有中醫針灸服務嘅戒煙診所。吸煙人士有興趣戒煙咧，只需要打電話去我哋嘅戒煙熱線1833-183，就可以了解多啲關於啲戒煙服務嘅資料，同埋可以揀到一啲合適自己嘅戒煙服務。要令咧多啲人戒煙啦，少啲人開始吸煙咧，限制煙草銷售同埋使用嘅政策、教育、戒煙支援咧都要互相配合嘅。當無煙文化變得更加濃厚，吸煙咧唔再係常態啦，大家自然咧就健康啲，空氣清新啲。特別係對長者啊，真係可以咧活得更加自在、更加奇妙啊！我哋一齊推動香港無煙，創造清新藍天。吸煙咧就會使到啲血咧結啲嘅，咁就年紀大嘅長者咧，佢嘅腦嗰啲血管咧，其實都好多時咧都係有啲問題，即係有啲硬化、濕濕地嘅，咁啊變咗啲血咧就上唔到個腦。戒咗煙咧，好快咧啲血咧就會恢復正常，即係唔會再咁即係容易凝固，咁中風嘅機會咧亦會減低好多。即係以前我會咁諗嘅，遲咗啦，唔戒啦，到自己大約幾年前啦，幾年前就身體唔舒服，中個風，半邊都喐唔到嘅其實，但係原來我戒咗幾年，真係會有得着嘅。以前我係坐喺輪椅入邊，我行都行唔到，或者自己係啊真係禍害好大嘅，真係好大。戒咗煙，我而家起碼可以行到上嚟，起碼同你分享到。希望大家都鼓勵下大家。